Hello，去到呢個系列嘅第4集，我哋一齊行到修行入面，大家都可能會遇到嘅一個矛盾位，就係我哋應唔應該努力呢？禪者的初心書入面話，任何刻意嘅努力都係唔好嘅，因為你越想控制自己，越想進步呢，內心反而就會激起更加多嘅漣漪。但另一方面，如果你完全唔努力，又永遠去唔到絕對嘅寧靜喎，咁究竟點算好呢？俾5秒時間大家思考一下。鈴木禪師嘅解答係：我哋必須有所努力，但係又必須喺呢個努力嘅過程入面忘掉自己。一般嘅努力都係由我出發，我要達到，我要獲得，我要成為。呢種努力會不斷強化我嘅存在，令到心入面嘅波浪越嚟越大。但係修行講嘅努力係另一種，你全力以赴，但係冇一個我覺得自己喺度努力緊，就好似你彈琴彈到出神入化，你唔會再覺得我喺度彈琴，係啲音樂自己流動。又好似跑步跑到進入咗一個心流嘅狀態，你唔會再覺得我喺度跑，而係步伐自己蔓延開去。嗰種狀態呢，就係自我鬆開啦。當你鬆開咗之後，你每一個動作，例如食飯、行路、做嘢，甚至靜靜地坐喺度，你都會感受到一種好安定嘅感覺。所以我哋唔使再問我應唔應該努力，我哋要留意嘅係呢份努力入面仲有冇一個我。修行嘅方向，大家記住，唔係做一個好努力嘅人，而係學識喺努力嘅同時放低對我呢個執着。當你放低有目標嘅執着，你就會發現全程投入去做一件事已經係一個修行。今集講嘅內容，大家聽一次未必會完全明白，因為嗰種努力，但係又要忘記自己努力緊嘅狀態，的確係有啲抽象嘅。但係唔緊要，因為有啲體會唔係靠思考得到嘅，而係喺生活某一個時刻突然間撞入你心入面。可能有一日你做緊一件自己好投入嘅事，突然發現一個我好似靜咗落嚟，嗰一刻身體好放鬆。希望大家聽完今集之後，都會有一啲新嘅領悟帶走啦。我哋下一集再傾，拜拜。